嗱，講到世界盃嘅歷史咧，就不得不提德國啦。咁啊，德國過往咧喺世界盃都亮麗嘅成績啦。咁啊一段時間咧，佢哋就用西德嘅名義參賽啦。咁啊東德都有嘅，咁但係東德個足球嘅水平就冇咁高啊。咁發覺咧，佢喺74年咧就喺碧根包華嘅帶領之下咧，係得到呢個世界盃冠軍啦嚇。咁嗰場對荷蘭咧真係經典大戰啦。咁而當時西德嘅教練咧就係舒恩啊。咁啊舒恩咧其實連續幾年咧係帶西德隊都有成績㗎。66年咧就攞亞軍，70年咧就攞季軍，到74年咧終於係攞到呢個冠軍啦。不過再睇翻咧舒恩咧，哇原來佢1954年咧已經代表個西德咧係攞到呢個世界盃嘅冠軍㗎啦。咁啊，從球員轉做教練啊，攞冠軍咧喺德國嚟講咧，佢係第一個。不過咧，佢唔係最後一個啊，因為之後咧，凱撒大帝碧根包華咧喺1974年講過啦，以隊長身份咧就係贏得世界盃啦。跟住喺1990年咧，同樣咧係以教練身份咧係得到呢個世界盃嘅冠軍啊。咁即係話咧係德國嚟講咧有2位咧係球員以及教練咧同時都得過世界盃嘅。